大家好，歡迎白天轉世頻道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就係天氣，又係天氣啦。好，而我介紹嘅天氣一定有颱風出現啦，係咪？冇錯，今次嘅颱風就叫海鷗。但係呢，我先俾大家睇咗先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啊！即係咩意思？即係話香港嘅東北季候風係好鬼死強啊！經歷過上次封神嘅教訓之後，大家你哋千祈唔可以低估呢個東北季候風嘅厲害啊！冇錯，海鷗就係因為見到呢個東北季候風，所以佢就選擇逃跑。好似我哋見到老師咁唔想交功課，我哋都會選擇逃跑。呢啲係咩比喻嚟？我唔知喎。算啦，冇理。好，海鷗佢橫過菲律賓之後呢，係一直都係加強到嘅。佢橫過菲律賓之後呢，佢中心最高風速呢係155公里每小時嘅。咁樣嘅話，佢會唔會靠近香港呢？但係呢，如果佢唔靠近香港，就直接吹近越南嘅啦。咁嘅話，佢會唔會靠近香港呢？有兩種變數嘅。第一種，香港嘅東北季候風要減弱。呢個係至關重要一個問題，因為係見到東北季候風強，佢先逃跑啫嘛。如果東北季候風弱咗嘅話，佢有機會靠近香港。第二個因素，水溫。香港南海嘅水溫暫時其實係 OK 嘅，有利熱帶氣旋生成嘅，係啦。所以呢，而家呢，最關注最中心嘅位置就係咩？東北季候風減唔減得到？就係呢四個字。東北季候風減唔減得到？減得到嘅話，打8號有希望；減唔到嘅話，打8號冇希望。1號風球都唔使諗，因為經歷過上次封神嘅教訓之後呢，佢闖入咗香港800公里範圍入邊，佢都無法一號戒備信號嘅。1號戒備信號，佢連颱風嘅下限都唔俾佢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咁弱咯。係啊，就咁啦，影響唔到本港，所以天文台連1號信號都唔俾佢。今次會唔會淨連1號信號都唔俾佢呢？因為呢，佢係喺香港1000公里範圍掠過啊，所以天文台有權俾佢嘅。就係咁啦。今次呢啲講先，我會呢幾日我都會留意下個天氣啦。係，我都會同你講下個天氣嘅。好，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